大家好，我係 Bobo。呢條片係大埔大火後呢幾日沉澱嘅心聲。呢件事發生之後，我感覺到好難過、好憤怒。難過嘅係好多生命無辜被奪走，憤怒嘅係一場原本可以避免嘅災難，最終因為官商勾結、貪婪、疏忽而發生。而呢份憤怒唔單止針對呢件事，亦係長期被壓抑住、被欺騙、被麻木化嘅集體現象。呢幾日我喺度反思自己內在嘅情緒，點解我會咁痛？點解會咁憤怒？原因係因為我見到好多人仍然活喺謊言裏邊，依然相信表面上嘅安排、系統、規矩，依然未睇清楚自己擁有真正嘅力量。以下嘅內容會比較顛覆你哋嘅價值觀，如果心臟比較弱嘅話，就可以考慮唔使睇啦。我想講一個故事，係獅子同羊群。從前有一隻獅子，細細個就失散咗，被一班羊群收留。佢同呢班羊群一齊長大，一齊食草，一齊瞓覺，一齊生活。佢完全都唔知自己係一隻獅子，佢以為自己就係一隻羊。直到有一日，一群真正嘅獅子走到羊欄外面，其中一隻年老嘅獅子望住佢問：點解你會入邊嘅？你係萬獸之王喎。咁個年輕嘅獅子就好驚訝咁問佢：我點會係獅子啊？我食草㗎喎，我同羊一齊長大㗎，我冇力量㗎。年老嘅獅子就話：你跟我嚟啊，我帶你睇下你真正嘅樣。然後兩隻獅子一齊望住水面，嗰一刻，年輕嘅獅子第一次見到自己真正嘅樣，原來佢係一隻獅子，佢喺錯誤中被養大、被洗腦、被限制。年老嘅獅子發出一聲嘅咆哮，羊群入邊嗰隻獅子聽完，內在嘅火即刻被喚醒，佢第一次記得返係自己係邊個。其實我哋就係嗰隻被養成羊嘅獅子，我哋由細到大活喺充滿洗腦、限制、恐懼嘅環境，媒體灌輸你應該要驚乜，系統話俾你應該要信乜，電影、遊戲、娛樂令你麻木，社會規則叫你唔好反抗，教育叫你聽話，恐懼叫你保持沉默。結果係我哋忘記咗自己係邊個，忘記咗自己有內在嘅力量，忘記咗自己係一隻獅子而唔係羊。好多操控住社會、操控住資訊、控制呢個制度嘅人，最驚嘅就係我哋覺醒，我哋醒覺。因為當人類醒覺、心靈自由，佢哋就冇辦法嚟控制你，控制唔到你嘅情緒、思想、選擇、人生。最後我想講，人類嘅心靈力量其實真係好大，只要每個人內心記翻起我係有力量，我係有光，我係有愛，唔再俾佢哋用恐懼嚟控制住我哋成個集體意識就會改變，世界就會改變。今次大火係一場悲劇，同時亦都係一次集體覺醒嘅開始。願逝者安息，願每個受傷嘅家庭得到力量。願香港人記得，你唔係羊，你係隻獅子，你擁有力量，擁有靈魂，擁有火。願光同愛同大家同在。